金转手会将车起立。伊玩起来，咱用书读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为圣神投胎，为接受玛利亚出世，伊本着病倒离开受苦，天死地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圣中复活，上天，担罪全能的上帝大名，伊的名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往同道会，圣道上空，罪赦免，作体归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今启应文第57篇，同时也是约翰福音15章。我是真葡萄树，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枝无连伫葡萄树，家己袂结果子。我是葡萄树，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去的枝，互人ฮ็去外面。
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恁若结真侪果子，真正做我的门徒。咱三甲额头祈祷，全能永活的天父，天地的主，万项的好事，好物的源头，阮感谢你。阮为着你的疼，所享受各项的恩惠来感谢你，也为着你的小心保护来感谢你，也为着你永远的信实来感谢你。总是其中阮上最感谢的，就是你享受你的独生囝，阮的救主耶稣基督。阮为着伊的道正肉体，伫地上的完全生涯。伊的受死甲受难，阳光的国活甲上天，伫你的正平做中保，掌权通世界来感谢你。主啊，求你伫阮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恩赦免阮的罪，教示阮，互阮知影阮的歹，洗清阮秘密的过失，至诚搁疼痛的白夜。求你，互你的色恩惠入阮的心。互阮对安尼会当来知影你的光，会当来行正路。祝你设立属于你的大家庭，桃园教会，成做你重要的器皿，福音的出口，保守牧者、传道、甲种中级同工，拢会当忠心徛稳伫主的话语，带领羊群进入教会，成做圣正圣道的模范，保守你的子民脱离这个邪恶的世界的诱惑，求圣神开阔伊属灵的目睭，佫会当看见属上帝的事工。今日借着市人传新学生的信息透放，用由我伊的喙，赐予伊属灵的智慧，佫有圣神同在，会当互阮会当来学习行公义。好怜悯的功课，听到微小的声音，互阮公的心被拍破，心智互你来过旧换新。主上帝，求主你帮助阮，赐予阮一个良善的社会甲环境，安定的政治甲经济。若是合着你旨意的，求主成全应允；若是出于迄个歹的，求主你来阻挡看过。安尼祈祷。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咱看上帝的话，第列王记下卷第5章第1节到14节，和合本463页，汉语本401页。奉主的名，阿兰王的军长乃曼。伫伊的主人的面前，最大、最尊贵，因为耶和华捌用伊，互阿兰得胜。伊也是大官能的勇士，总是太高。前阿兰人规定出去，对以色列地掠一个查某囡仔，伊就侍候乃曼的某。伊甲伊的主某讲：“可袂得着我的主。”甲撒玛利亚的先知三甲伫咧，伊的确会医好伊的胎膏。有人入去甲伊伊的主讲，属以色列地的查某囡仔安尼讲。阿兰王讲：“你去啊！我嘛寄一张批，互以色列王乃曼就去，带银10他连得，金6000，衣裳10套。”带批到以色列王遐，批来讲，批到你遐的时看，我找人神乃曼去见你，你着医好伊的胎膏。以色列王看批了，就拆伊的衫讲：“我敢是上帝，互人死，互人活吗？这人竟然找人来我遮，教我医好伊的胎膏，请你真足讲想，看这个人。”
怎由找芳攻击我？第八节，上帝罗卜123听见以色列王拆裂伊的衫，就找人去见王讲：你啥事拆衫啊？通互迄人到我遮，伊才知以色列中有先知。乃曼就甲伊的马、伊的车来徛伫以色列123的厝门口。123找一个使者，甲乃曼讲：你去约旦河洗身躯7摆，你的肉就复原，你要得着清气。乃曼就受气提起讲：我本打算伊即刻要出来见我。伫咧求叫耶和华，伊的上帝的名，摇手伫患者的所在，来医好太哥的大马色的河阿班那甲法利法，减无比以色列一切的水较好吗？我伫遮洗身躯，袂得着清气吗？就我当身受气做伊去。伊的罗卜进前，甲伊讲：我的爸啊，先知若叫你去做一件大事，你减无做吗？何况伊敢若叫你，甲你讲洗就清气啊！乃曼就落去，照上帝的罗卜的话，伫约旦河洗7摆，伊的肉复原，亲像囡仔肉，伊就清气。愿上帝祝福听伊话搁去行的人，赞美。请圣歌队今仔日要献的诗歌是《玛利亚之歌》。咱要保守这个时刻，因为时刻的事。
正道，今日要正道的是七人传新学生，伊要传讲的信息是听微小的声音。大先爱感谢同教会、小会甲牧师，接来我代表台湾新学院来甲大家请安报告。我是七人传，今年是2年的学生吼，倒数2年级的学生。我家己是客人吼，若是我等下讲台语无认同的所在，请大家抱歉吼。咱大家来感谢。主耶稣，阮邀请你即时到阮伫地，找见圣神伫遮甲阮同在，开阮的心，开阮的健康，互你的话语进入阮的心内。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求，阿门。今日这个故事，我想大家拢真熟。乃縵的故事，我用较古水的图，互大家看安尼。这故事我伫细汉的时阵，伫主日学听了这故事，嘛感觉真有趣味。印象上深的应该就是乃縵这大将军，另外一个大先知以利沙，这2个人。对我印象是真深，无毋对，这2个人是伫这故事的2个主要的大人物、主要的角色。先来讲乃縵是一个大将军，伊是亚兰王面头前的大红人，伊带兵去拍赢以色列国，这是上帝的意思。这经文安尼写吼。这是上帝的意思，互亚兰国拍赢以色列国。所以乃縵伫亚兰王头前是真测验啦吼，是真出名、真重要的一个人。伫即摆来讲，应该就是国防部长啊吼。但是伊生了太孤病。这种病伫当时是无清气的意思，无人爱甲伊斗阵，因为伊无清气。乃縵生了太孤病，毋知要安怎，只是拄好就细汉囡仔出现。这细汉囡仔就是伊太赢以色列国的时阵，伊掠转来做因太太的奴仆的人。这个奴仆伫圣经无写伊的名，这囡仔无写伊的名，但是伊伫遮讲了一句真重要的话。伊知影伊的主人乃縵得着太孤病，无通好通医，所以讲，甲因主人就是伊的太太乃縵太太讲，伊会使去撒玛利亚找先知，先知会医好伊的病。伫遮咱来想看卖吼，若是你是互人掠转去的吼，你的心内伫乃縵的厝内底，应该是心情无偌好，因为你是互人掠转去的，你的国家互人战输啊啦，你是奴隶哦，战犯，你互人掠转来，你会对这个主人。对这乃縵将军，你会互伊好面色无？普通时是袂啦，普通时是袂。但是伫遮圣经安尼写，伊提出一个建议，建议伊的主人去撒玛利亚找先知，先知会甲伊医好。乃縵就安尼听入去，嘛愿意安尼做，伊就甲伊的国王亚兰王报告。讲我要去以色列王遐找人甲我的病医好。以色列王毋是亚兰王哦，亚兰王嘛答应，写一张批，互乃縵早去。
乃曼搁早真侪黄金甲礼物要去见以色列王，只是乃曼想了毋对，伊去找以色列王，以色列王就是亚兰王要来找伊的麻烦。以色列王讲啥物？讲我检视上帝吗？会互人生，会互人死。乃曼想了毋对吼，乃曼想讲，伊要去找以色列王，会医好伊的病，但是毋是吼，以色列王无办法医好伊的病。即个误会真正大，结果以利沙知影即样代志啊，派一个仆人去找以色列王，叫乃曼来找伊就对啊。以利沙知影即样代志，上帝叫伊去找乃曼，叫乃曼来找伊。但是以利沙有见乃曼无？无吼，乃曼来到以利沙门骹口，结果以利沙是派一个仆人出来见乃曼尔，搁甲伊讲一句话，即句话嘛是真趣味吼。就是叫乃曼去约旦河洗身躯、洗膝盖，尔。乃曼即时应该是火大，堂堂一个大将军，千里迢迢来到以色列国，结果王无法度将伊的病医好，以色列王无法度，佮走来找以利沙，要见以利沙，结果以利沙嘛无出来见伊。只有派一个仆人来甲伊讲，叫伊去约旦河洗膝盖、洗身躯、洗膝盖，尔。乃曼安尼讲，伊气噗噗安尼讲，我想伊应该会出来见我，徛地求叫耶和华伊的上帝，伫我患病的所在，手安尼摇一下，我的病就会使医好。这嘛真趣味吼！乃曼知影以利沙有这个能力，乃曼知影以利沙背后的上帝是真的上帝，真神。所以乃曼会安尼讲，只是以利沙无出来。乃曼听了真生气，佮讲爱洗身躯，嘛是爱转去我的国家的水较清气啊。哪会是伫约旦河来洗呢？我的国家的水是清气的，约旦河的水落落，要洗清气，哪有可能？所以乃曼听了，搁较生气。这时，乃曼准备越佗就要走啊，伊的仆人，乃曼的仆人出来，口劝伊讲：主人啊，主人啊，爸啊，爸啊，先知若是吩咐你做一项大的代志。你敢袂去做吗？何况只是叫你去洗膝盖尔。乃曼听了有顺服，伊就去约旦河洗膝盖，一摆、两摆、三摆、四摆、五摆，第六摆，乃曼想讲，无效啊，感觉洗第七摆吗？乃曼无安尼想吼，乃曼就是洗膝盖了后，伊的病就好啊。伊生出来的新的肉，敢若囡仔的肉共款，伊就得着清气。这故事咱拢真熟吼，我拄仔阁讲了一解，但是咱有发现到无？这故事内底吼，有三种人吼。因拢无名，无写伊的名，但是因讲的话，却是真重要的话，嘛是真有效的话。第一个囡仔是迄个查某囡仔，这查某囡仔是互人掠转来的，做奴仆的人，伫乃曼的厝做奴仆的人。
服侍因的太太。咱来想看觅，即种人伫厝内，敢有讲话地位？应该是无吼。台语讲，囡仔人有耳孔无喙，你做萝卜的人，哪有可能会使讲话呢？普通时是安尼吼，做萝卜的人，阁是服侍乃曼太太的人，哪有机会通好讲话？但是，这个查某囡仔伫重要的时阵讲了一句话，伊讲：伫撒玛利亚有先知会使医好你的病。这个查某囡仔安尼讲，代表什么？代表伊有智慧啊！伊知影，伊伫伊的国家，以前伫伊的国家有先知以利沙，有真神，有上帝。伊知影，这查某囡仔知影，以色列有大先知以利沙，伊有听过以利沙行神迹，医好病。伊有听过，伊知影嘛相信，所以建议伊的主人去撒玛利亚找即个先知。第二，伊嘛有勇气呢。咱想看觅，当你是即个查某囡仔的时阵，你敢有即个勇气讲即种话？因为安怎？你讲话爱准算呢？若是乃曼将军去到以色列国找先知，结果转来无医好，你要安怎？你着半条命拢无啊啦！敢有这种可能？嘛是有这种可能啊！但是这个查某囡仔有相信无？伊有智慧，有相信，伊有相信上帝。以色列国有真神，伊有相信。所以，敢讲即种话，敢甲伊的主人讲即种话。第二位的小人物是以利沙的仆人。以利沙的仆人头一摆可能是先去叫乃曼过来找伊吼，因为以色列王毋知影要安怎做，所以以利沙派伊去找乃曼。叫伊过来找伊，找以利沙。但是以利沙叫伊来找，叫乃曼来找以利沙的时阵，以利沙家己有出去无？无呢。伊无出去见乃曼，伊是叫这个仆人出去甲乃曼讲，去约旦河洗7届，浸7届的水。咱来想看觅吼，若是你是这个仆人吼。你会去传即种话无？有一种情形吼，咱来想看觅吼。有一天吼，你的老爸是医生啊，你的老爸是皮肤科的医生吼，皮肤科的医生，名医。有一天郭台铭破病，生了胎哥，伊要来找恁老爸来医好你的病，也是张忠谋生了胎哥，要来找你老爸医好你的病，医好伊的病。啊！你老爸叫你出去，甲张忠谋、甲这郭台铭讲，叫伊去同教会坐礼拜坐7届，做礼拜做7届，你会讲即种话无？我想是少数啦，吼！你家己听到说，叫伊去同教会做聚会、做礼拜、做7届，伊的病就会使医好。但是伊是拜妈祖的呢，哪会叫伊去？做礼拜做7届，家己都想袂通嘛吼！这仆人若是安尼较有智慧的时阵，就会想讲，叫伊去约旦河洗身躯洗7届，这家己想着，这应该是咧讲耍笑吧，无合理啊。但是这仆人有安尼想无？无嘛。相信尽忠啊！仆人就是做仆人的工作。这就是尽忠。这仆人就安尼传话传互乃曼，结果乃曼是安怎？大生气啊，对无？所以你若是这仆人，你看到你传这种话，伊会生气，你会去讲这种话无？
可能是我的时阵，我是毋敢讲这种话啦。但是这仆人就是安尼讲啊，伊就尽忠相信，就甲乃曼讲，叫伊去约旦河洗即届身躯。第三个小人物是乃曼边仔的一个仆人。这个文，这是希腊文吼，不，希伯来文是复数吼，是2个以上吼。所以对乃曼对阿兰国来到以色列国的仆人，应该是有2个以上啦。因为早足侪利米来嘛。其中一个仆人就甲主人讲：“主人，先帝若是吩咐你做一项大的代志，你拢会去做，何况？”只是去洗身躯即届尔，这仆人嘛是真勇敢吼，因为伊缀伫乃曼身躯边，应该有一阵啊。伊的主人即马当在生气，当在火大呢，当在变面呢。你哪会使讲这种话？你敢无？你敢讲这种话无？敢甲你的主人讲？你就说吧，这是简单的代志，对你来讲，这仆人有智慧无？有哦，有智慧吼。咱来想象一下吼，我常常开车的时阵吼，找无路的时阵就愈开愈生气。这时阵，若是有我的囡仔坐伫后壁讲：“爸爸，请你去行这条路。”伊敢讲无？伊应该是毋敢讲，因为我已经在生气啊吼。细汉囡仔还是仆人，是毋敢讲这种话。但是这个仆人是乃曼边仔的仆人，真勇敢，就讲这种话，佮家己的主人讲：“你就说啦，这对你来讲是小 case 哦。”乃曼过去拢是听大的吼、大官的、大的王。大的人讲的话，乃曼过去拢是听即种话，所以伊就是会使医好伊的病的人，是大人、大人物，就是国王讲的话，伊就会去做；先知讲的话，伊就会去做；也是以色列王讲的话，伊就会去做。但是即届伫遮的故事内底，伫即个故事内底。讲重要的话，拢是小人物，也是智未细的人。这常常就是上帝爱咱学习的功课。咱就是大的牧师、大的长老讲的话，才是话。咱会去请教大的人。大的人物，希望伊讲出来的话是好的建议，但是咱常常袂记咧，是无去听智微细的声。这种的转变对乃曼来讲，毋单伊心内的转变，伊嘛是行动的转变。伊去约旦河浸7届，伊心内底敢会想讲，这哪有效啦？第1摆、第2摆、第3摆，到第6摆拢无变的。若是你会阁浸落？你会阁浸落去无？但是乃曼顺服，伊就安尼做，伊就改变。后来伫18节才有写，乃曼只是变做上帝的仆人，乃曼变做仆人，乃曼变做使者，乃曼变做上帝的细汉的。乃曼本来是大官、大将军，即马变做上帝的仆人，伊就改变，伊就顺服啊。伫这个故事内底，这3个讲重要话的人，拢无伊的名，拢是 nobody，
拢无伊的名；讲大话拢有伊的名。阿兰王、以色列王、乃曼家己拢有伊的名，但是讲重要话的人拢无伊的名。上帝照着卑微的人、智微细的人来对你讲话。上帝嘛会照着伊家己来甲恁讲话，对恁讲话。可能伊的声音较细声，较无好听，所以咱无爱听，当作听无。乃曼嘛是无改变的时阵，伊是听袂落去啊。乃曼嘛，若是无改变的时阵，伊是听袂落去，因为乃曼是骄傲的人，伊就是伊家己会使找着大人、国王来医好伊的病，但是伊想了毋对。上帝照着人来对你讲话。今日我代表台湾新学院的纪念主日来甲大家请安报告。台湾新学院自147年前是对马偕博士设立的。马偕博士伫10岁时阵伫个教会加拿大教会听到伊的牧师讲，伫中国需要宣教师、传教者去传福音。马偕10岁时阵，就听到这个声音，伊就记伫心内底。等伊大汉的时阵，伊就成做一个海外宣教师来到台湾，来到中国，来到淡水来传福音。马偕嘛是有听到，所以台湾新学院也是教会对马偕开始，伫北部来讲，福音就安尼传开了吼。我家己嘛是共款，我家己伫3年前换头路吼，我本来的头路是一个记者，所以我拄则讲的迄2个大老板。我拢采访过吼。我本来是一个记者，但是我想，我50岁以后要做啥物？本来我是想讲，要组一个协会吼，去做义工啊，照顾囡仔人，照顾老大人。但是有一天，上帝甲我讲一句话。你爱改变因的生活，还是改变因的生命？改变人的生命较重要，还是改变人的生活较重要？生命有信仰了后，你的生命就会使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对生活的要求就会改变。所以我就安尼了后，就去报台湾新学院报名考试，即马读册读到2年级安尼。我嘛有听到微细声甲我讲，马偕嘛是共款，有听到声，上帝有甲伊讲话。甲伊讲话，恁有听到上帝的声无？我想应该拢有。当咱听到上帝的声，是毋是愿意顺服去照上帝的旨意来行？即摆咱来看一个台湾新学院的影片。
这个所在就是男生宿舍的交易厅，就是这个男同学时常伫遮咧开讲、咧讲话、咧泡茶、咧互相关心、祈祷的所在。我想咱台湾人有机会会当出头天啊！我想咱做伙来为这个代志来做伙来祈祷。好啊，好啊，好啊！咱做伙祈祷啊！好，以后会当去这个所在，甲你的同学去遮做阵做伴、开讲，加互相熟悉。行，我带你来看咱的房间。来，坤义，你看，这就是你即摆要住的房间。哎呦，认真哦！哎，对好诶。大哥你来啊？对啊，啊，中午即个希腊文课了喏。哎呦，你哪会问这啊？啊，我认为吼，咱一个遮装边吼。我这个看，那甲我三十几年前住的拢共款。你看迄个窗仔门，你看迄个拄仔。那会拢无改变。这个所在就是迄当时我甲恁妈妈时常来坐遮看夕阳。恁做囡仔就去附近去遮耍，去遮耍。所以你嘛会当常常来遮坐，去遮交朋友。这个时阵，互我想到咱今仔所看一切，伫这个校园内底，总是想起去当初。师牧师，伊伫这所来起造这个校园的时，树仔真细丛，甚至无遐侪树仔。互咱想起宣教也好，教育也好，这个阵种一丛树仔，有一丛伊会大长。存着存啊，甲牧师呢，一世人听台湾，听教会，听这个土地，甚至最后伫台湾伫这个所在来蒙主文调。养排一种伫这个校园内底，所以，互咱对个一届来想起，咱就知影演说，这是宣教师因留的水的脚链，就是对上帝有信，对人有疼，对土地有情，互咱这种的精神继续来关心咱台湾叫基督教会。咱台湾这个多数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宣教，也继续来关心咱台湾新的意。台湾新学院即马是真欠钱，无毋对，但是搁较欠人吼。伫台湾教会，长老教会是1200外间吼，即马来看应该是100间拢无牧师啦，无传到遮，所以不止欠人，我认为欠人搁较重要。希望咱同教会会使。有优秀的青年、优秀的人才，会使送来台湾新学院，嘛是会使送到台南新学院啦，拢会使，新学院拢会使。来培养真侪传道人，真侪牧师来服侍上帝国。多谢。
唱回应诗。求主将你的话刻在你我心。咱三个来吟诗373首。救主耶稣，我立志。会将车起咧吟全首。将请这奉献，请陈秋信、赵美珠执事。
会众者起立。报告大圣，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第诗篇62篇第5节，我的神啊，你着静静，全无听候上帝，因为我的望是对伊来。诗篇62篇5节，请。我的神啊，你着静静，全无听候上帝，因为我的对望是对伊来。诗篇62篇5节，我的神啊，你着静静，全无听候上帝，因为我的望是对伊来。诗篇62篇5节。咱来看周报第1节甲第2节。周间的聚会甲后周服侍人员，咱请家己看教育部的课程。第3页，教会小组的聚会。奉献明细伫第4页。消息报告第5页，本主日为着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日，咱真欢喜。市真全神学生来到咱教会来请安、分享、报告咱学院最近的状况，咱请为伊的事工来代祷奉献。第2，中昼在1点30分伫701室来召开关怀部的筹备会，敬请省略，请咱家己来看。甲受邀请的相关的同工来带咱的会议的资料来出席。第3，中昼12点701教室召开传道部甲圣诞节第3摆的筹备会，请部员甲圣诞节的同工来出席参加。下晡1点30分伫9楼主日学的会议，请同工老师各班的主任出席。今仔日中昼有准备爱餐，请到6楼来做伙享用。后主日11月24号，本来是安排第1场、第2场举行圣礼典、圣餐式，日期来改做12月15号，有洗礼式甲圣餐式。所以后礼拜无圣礼典、圣餐式，改做12月15号，后主日第2场来颁发107年学年度第2学期的奖学金，这名单咱家己来看。中午12点30分伫6楼召开行政部的会议，中昼12点30分伫701教室有团契的茶会，甲教育部的部会，请部员各团契新旧任的会长、副会长、顾问、辅导、同工来三甲来参与。后周下晡2点伫700会议室来召开小会，请小员来参与。教界消息：第一，4楼的礼拜堂已经伫座位来放圣经甲圣诗，欢迎兄弟来利用，欢迎做利用。搁较要紧的是咱家己来自备，来自备。
则你用了后，来放伫个原位吼，毋好炸断去，毋好炸断去。第二，今仔日领袖呼召甲训练各团体刚刚一同来造就。今仔日下晡1点，下晡1点伫6楼的副堂吼，今仔日下晡1点。教界消息，赖金军传道洪立牧师以及就人公园教会教育牧师受职感恩礼拜，伫主后12月1号主日下晡3点伫公园教会来举行，邀请兄姐同心来分享上帝的恩典甲欢喜，共请来莅临祝福。第二，妇女事干部第79届2019年的年会，时间伫12月5号吼上午9点来报到，然后9点30分礼拜来开始伫新德教会。若要报名的，伫向朱美玲副会长啊、简秀柱指示来报名。以上报告，来请牧师来介绍。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麒麟专升学生通过台湾升学医请安主日，安尼一个机会来到咱的中间，一只甲咱做伙做礼拜，嘛一只来分享信息。咱即点用咱的普话声来表达感谢甲欢迎。毋茫咱继续为着麒麟专升学生，伊未来伫即个学校受装备，即个课业来为因关心甲带导。好，咱知影讲会当自即个台湾升学医请安主日来到咱教会安尼请安报告，迄拢是代表讲因一学校的成绩是会当来领取即个奖学金的啦吼。当然教会即方面一定将即个钱来汇过去，互即个学校。毋过即只牧师即点用即个上等的一个红包来代表对即个麒麟专升学生的一个恭喜。咱请先。牧师嘛，一只来介绍地界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一只有一对翁仔某，因是对即个美国洛杉矶即个加州的一个南湾大学教会过来，黄保罗长老以及长老刘继婚，黄保罗。好，请坐。毋茫等下老婆做伙来到6楼来使用爱餐。一只有即个刘燕玲的即个刘燕玲兄弟啦吼，伊是即个碧霞姐甲天龙的迄个夫妻，因是即个高楼带囡一只，好。欢迎恁，等下做伙来到即个6楼使用爱餐，因特别带伊个囡仔甲孙仔来到楼参加咱今仔日主日2运动会啦，运动会安尼。好，一头我有讲到即个领袖训练这这是今年最后一届，今年最后一届的训练，毋茫咱会当把握机会做伙来参与。以上一只做报告。上扬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会将车起立。
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引带，愿三位体上帝你的神帮助阮，互阮通过环境也是人，将你美善的声音放入阮的心内。检查是你的启示，检查是你的感动。愿主上帝你的神常常用安尼来引带阮，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袂倒。咱三个来行平安礼，大家起立。